种的路义务后长，请咱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重担来交伫你的手中。因为阮有听见主耶稣对阮所讲的话，见若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要互你得到安息。主，这是你所应允予世间人的，阮嘛有份伫你的祝福。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，寻求你的帮助，求主你的圣神恩阮分化开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伫得到圣神的充满。阮伫你面前求你的圣名，我靠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如果咱伫生活中间若拄着重担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回想主耶稣甲咱讲的话，见若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要互咱得到安息。愿主互咱真做一个常常伫主的面前得到怜悯，无论什么种的境遇，咱拢伫上帝的听堂的内底来得到帮助。求主耶稣将伊的恩惠、恩慈放伫恁的家庭，伫恁的人生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通得到快乐。我真了解牧师的家己的职分，我嘛真了解做牧者的能力，因为咱常常拄着艰难的事，咱拢有共一种的感觉，人的言语安慰，实在亲像风台伫门外窗仔外，迄个大声的风。当咱拄着困难的时，人的安慰常常对咱来讲，特别是言语是有困难的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咱用祈祷。今仔日礼拜了后，你若有感动，因就去恁会当去重新用主的周报的礼拜听书，恁家己单独做礼拜，对启应文、对圣诗、对圣经、对题目进入祈祷的中间。因为今仔整个礼拜的听书，每一个阶段，拢会当帮助咱伫劳苦背重担的事来得到逃放。特别今仔这个金句讲，主讲受伤的芦苇我无压制，要花的火我无分化。要花的火就亲像一个人到年老，用要花去，咱的体力、咱的健康、咱的能力、咱的思想，拢慢慢失去。但今仔日的经文对咱来讲是一个应允，因为以赛亚就是伫软弱中间重新得到快乐的神学、的信仰的这个祝福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重新对上帝的话，上帝讲：我要对我的百姓分话开，我要将我的话开分入伫因的内底，我要将我的身份放伫因的中间。这种的祝福甲应允以及约束，其实是对创世纪就开始。上帝创造亚当的时，圣经的记载安尼讲：上帝将伊的话开分入伫伊的内底。今仔以赛亚所用的话嘛是迄句话，伊讲上帝将伊的话开身份，就是上帝的圣性分入伫软弱的人。有我的恩典，你就够额。愿今仔这个礼拜圣神唤起恁对年轻到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特别互恁伫面对将来拄着的艰难进程，先建立一个真健康的信仰的观念。所以这是牧师的祈祷，愿主的圣神，特别天父上帝，愿你伸出伊慈爱的双手，那样愿意用今仔日这两条圣诗做你的祈祷。这两条圣诗常常拢是安慰人的圣诗，特别是346首，是牧师常常伫病院拄着人患难的时，我常常用这首诗歌来安慰伊。有几摆经验伫家护病房，面对迄个完全袂讲话的咱的兄弟甲姊妹，咱所有通做的，就是用346首的副歌讲。上帝在照顾你，逐日在顾，逐日在顾。
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。因为咱唔知影迄个倒伫家护病房的咱的兄弟、咱的姊妹，因敢知影咱去甲伊安慰，伊敢知影咱甲伊换手。无论伊知唔知，无论伊是毋是听会到咱所唱的圣诗，我常常会拍伫因的耳孔边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唱这个短短一句话：上帝在照顾你，逐日在顾。所听的姊妹，望恁一世人毋免进家护病房，但是望今仔日个礼拜，恁听到天使甲咱做伙做礼拜所念的圣诗，互恁对心中有这种的确信。兄弟姊妹，接受主耶稣，拍开咱的心，深信伊要帮助咱。这条圣诗是一个叫做马丁的牧师，Martin。这个牧师甲牧师娘受邀请，两个要做伙去陪灵。忽然伫要出门要去做工的时，牧师娘开始艰苦甲挡袂牢。牧师心内着急，电话架起来，想要甲迄个教会讲，我即摆无法度去，因为我所听的亲人艰苦破病。所以当伊拍算伊要举电话的时，伊教会的囡仔交来甲伊讲：你敢无相信上帝会照顾妈妈吗？一个牧师的信心反倒当互一个细汉的细囝。这个细汉的细囝，伊对人情世事来讲，是无够伊的老爸这种的社会经历。但是伊的老爸所予伊的对上帝的认捌，这个囡仔反倒当真做这个牧师的帮助。所以后来这个牧师决定，依照约束，就出外一个人去陪灵讲道。伊伫这个服侍过程顶悬，常常咱为着伊的父亲人祈祷。伊倒来到厝的时，伊的囡仔摕一张纸条啊，互伊。迄个纸条啊内底所写的，就是今仔日圣诗的3节的祈祷。特别伫第2节，伊的圣诗安尼讲，伊讲为主做工，拢免失志，上帝在照顾你。路途坎坷危险迄时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。逐日在顾，逐日带路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。原来这首圣诗是牧师娘倒伫病床中间，来为着出外服侍的牧师伊的祈祷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的亲人、咱的家庭、咱本身，有时咱会亲像受伤的芦苇，有时咱会好亲像一支蜡烛，伫风台天的中间，好亲像连这个火，咱都保护袂掉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、咱的信心，就是邀请咱坚定这种的心。我咱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，因为这个圣诗帮助咱。等下咱要守圣餐，咱真少用这种的圣诗做圣餐的圣诗。但这条圣诗伊真水的一句话，伊讲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。特别伫迄个副歌讲，因为耶稣听我到极，伊要牵我手。因为主耶稣的听，所以咱有这个圣餐。等一个兄弟姊妹，你领受这个圣餐的时，你伫主耶稣的面前，你感谢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你听我遮尔深，主你看我做你的宝贝。愿咱相信，主耶稣绝对无放落咱做孤单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用这个圣诗，用这个圣经安慰咱。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我要甲兄弟姊妹做2个信仰的反省。第一个信仰的反省，咱的上帝绝对无放杀咱，你相信吗？无论伫你的人生中间拄着什么种的艰难，无论人的安慰，怎样的软弱，
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一直坚持这种的信心。伫圣经中间有真多咱的信仰的模范，但以理伊讲吉或不然，就讲上帝有出手，上帝无出手。我有得到头棒，无得到头棒，我拢相信，我拢幸福，因为凡事有上帝的安排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这条的圣诗，其实伊的翻译的名是毋对的。圣诗346首。咱唱已经百几年的教会，伫遮唱这条圣诗。伊讲境遇好歹是主所定，所以有人咧艰苦的时，伊讲啊，上帝是安怎遮无听我拄着这个境遇，敢是主甲我定着的？其实这个牧师娘伊所写的圣诗，后来成做圣诗的伊的祈祷词，第一句是安尼讲，伊讲无论拄着什么种的境遇，拢毋通失志。伊真正的意思是安尼，伊讲无论拄着什么种的情景，都不要沮丧，都不要惊慌。兄弟姊妹，以后恁若唱着这个圣诗，恁会记歌词啊改过来，因为原作者甲上帝拢毋是故意要用歹的情景来苦楚伊的行志。所以今仔圣经咧甲咱讲的就是，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拢毋通惊吓，毋通失志。这就是上帝甲约书亚所讲的话：勇敢壮大，吉或不然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的一生会当亲像咱信仰的前辈。咱嘛相信，上帝伫什么种的情境中间，伊拢无放杀咱。今仔日咱的启示文第6篇诗篇23篇，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耶和华敢是你的牧者？你确信吗？你真正安尼相信吗？耶和华敢是咱的天父？愿天父上帝抱咱伫伊的形象，特别今日等下咱读圣经的时，每一句话咱拢讲阿门。特别是读到迄个第5节，上帝将伊的身份甲活开，分日伫你的家庭，分日伫咱的教会，特别分日伫咱每一个基督徒。愿上帝互咱的生命内底充满迄种的热情、能力甲权量。对少年到年老，对开始相信到一世界的芦苇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受伤的芦苇受压制，这是犹太人的经验。因为犹太人因生活伫一个尼罗河迄种的溪边。世间溪边内底上草真的，就是这种草，罗德。德堂教会也做草主看叫做罗德堂、芦苇。犹太人有一个真简单的乐器，就是因当时亲像咱青仔子、青仔叶挽落来，咱就安尼放咧喙唇，就甲哔哔哔哔。有人会当用迄个青仔的树叶分一条歌。犹太人伊嘛常常用芦苇的这个杆子来做一个小笛子，伫遐分。我唔知伊安怎分，但是如果这个芦苇、这个草管、这个草的迄支草根若叫压制，就亲像老风的笛子，迭个一片啊，伊就无法度分出真正的音乐。所以原本犹太人因真熟。所以以赛亚伊所讲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咱的人生若受伤，咱就无法度去唱一条俄罗耶和华的诗歌。当咱的人生若拄着重担，咱就像诗篇内底讲，我要怎样唱耶和华的歌？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帮助咱，因为上帝通过伊的罗卜以赛亚，甲咱应允讲，上帝伊疼惜受伤的人。受伤的芦苇伊无压制，要发的火，就是人生到年老，什么拢无。亲像因用迄个草白，然后用一种麻子，咱叫做蓖麻，一种苎麻迄种，籽当蒸做油了后，放伫即个草然后即个油直直烧到无油的时，迄个就袂倒。这是犹太人的生活经验。
我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我的生命真平凡，我嘛无啥物资格要求上帝，你一定爱听我祈祷。但是因为圣经甲阮英文讲，要我是好，你的主爱永远伫地。主我相信，兄弟姊妹，原来用上帝的话甲上帝讨。咱来到主的面前，甲主讲：主我虽然真平凡，但是我相信你听我，因为圣经福音书安尼讲：你看过野地的百合花，你照顾天顶的雀鸟，你敢无疼惜你家己所创造宝贝的家禽？所听兄弟姊妹，愿恁得到安慰，愿圣神对你讲这的经文，互恁对心中深深肯定讲：主无论外面的风影甲动荡怎样，伫你的面前，我只有戆戆啊信，我只有深深的来信。求天父上帝带我，伫我一生中间得到安慰。情绪是有危险性，情绪有当时嘛真无可靠。有时咱若咧受气，有时咱若咧惊吓，迄个情绪会亲像扩大，对无？恁敢有这种经验？其实迄个情绪，你若安静落来想，迄样代志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当你若无安静去想的时，一个真小可的代志，嘛带来一种危险性的行动。好，死死就好啦。你捌听过这讲话无？兄弟姊妹，这是每一个人拢捌拄到的情绪的反应。无论你是一个偌有品格、偌诚实、质量偌好的人，常常有时咱拄着情绪的时，咱嘛会有迄种自我毁灭迄个情绪。所以才有这句话讲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伊的意思是，一个情绪虽然真细，迄样代志其实嘛无真了不起。但是人若互迄个内心魔鬼的声音，迄个负面的思想，伫你的内面来伤害你，这个情绪就变做一个捆绑啊！伫你的情绪，伫你的品格，伫你的婚姻，伫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间。咱若安静来想，咱无一个人会当避免这种情绪的伤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错误的情绪、无健康的情绪，会扭曲咱的理性甲咱的意志。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这就是代表的祈祷。我的心啊，你着听；我的心啊，你着爱受圣神的安慰；我的心啊，你着静静，是无？兄弟姊妹，愿咱真做一个常常互圣神陪伴、安慰、扶持的家子。愿咱通过今仔日这个题目经文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到主耶稣所讲的话。保罗伊讲，我的主安尼甲我讲，有我的稳定，你就够硬；我的能力伫人的软弱顶悬显出完全。兄弟姊妹，想好，然后讲阿们。恁愿意吗？你愿意用这句话起造你的信心，降服伫上帝的面前，将你的软弱，将这个苦难，将最咱所拄到的苦境，咱伫主的面前相信。就亲像这个马丁的牧师，伊的囡仔甲伊讲，伊就挖靠信心来出去征战，出去工作，去行伊人生的路。愿天父上帝也赏赐恁，伫恁拄着艰难的时，恁会当亲像马丁的牧师娘，伊得到里面的时，伊写出一首的祈祷书。兄弟姊妹，伫咱人生的情景的中间，苦难是一个祝福，伊真是一个锁匙。因为患难、欠缺、孤单的中间，咱要看见上帝出手。所以咱拢常常会记得一句话讲：人所关的门，上帝甲咱开另外一个门，有无？上帝所开的门，无人会通关。
愿即句话真侪你一生深信的地基，你也常常用魔鬼、用苦难做拒绝。你讲撒旦提起，因为我的上帝的确保守我，因为我的主耶稣有应允讲，伊的稳定交给我会用。这就是保罗一生的态度。所以这句话其实牧师所写给你呢，是前半段尔，恁读去了，佮读12章第9节的后半段。保罗讲，所以我真爱提起我所拄到的困难，一摆的经验、2摆的经验、3摆的经验，慢慢互一个有惊吓的人，伊相信这不再是巧合。因为一摆是巧合，2摆是巧合，3摆伫基督中间，上帝遮尔侪摆保守我。我若无搁再相信，我就是迷信；我若无搁再相信，我就是无知；我就是一个袂晓看见上帝稳定的囝子。原来来到主的面前，互这首的诗歌安慰咱：上帝在照顾，逐日在顾，逐日带路，上帝在照顾你。上帝在照顾你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诗歌你若不要唱规首不要紧，但上牧师要鼓励咱上少爱会晓背唱最后这个副歌，因为有一日你探望你的朋友的事，有一日探望咱的亲人的事，有一日伫咱彼此中间无法度，搁再用言语来互相安慰甲鼓励的事。你会当拍伫你的耳孔边，妈妈的耳孔边，爸爸的耳孔边，你会当伫伊咧困的时阵，还是囡仔，你为伊唱这条诗歌，讲上帝在照顾你，逐日在顾，逐日带路，上帝在照顾你。兄弟姊妹对家己唱，常常学咯，互上帝平安甲喜乐，成做咱的品格，就亲像天公仔囝，无论拄着心中的情境。咱拢深信上帝要帮助咱，所以第二个，伫今仔日的圣经，伫咱做礼拜是第二个信仰的思考甲反省，就是将咱平凡的生命交到伫主的手中。主，这是我生命的杯，求你填满伊。主是我生命的杯，我摆在伫你的面前。主是我的生命，我要献做活祭，是你所欢喜的。主，我将这个平凡的路德，或者这个平凡的草啊所做的这个油灯，主，我交伫你的手中。如果咱若拄着什么种的艰难困苦，所听的姊妹，愿今仔日的礼拜，圣神将伊的话搁一摆读互你听。咱宣告讲哈利路亚！主伫什么种的困境的中间，我拢要看见上帝你的阻碍。无论伫什么种的困难、困境、欠过的中间，主我拢要看见你的作为。愿主开咱的目睭，开咱的耳孔，互咱相信，主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。你会记这节圣经吗？主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咱拢会晓背对不对？是目睭毋捌看，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。连想象、连想嘛想袂到，有天要上帝，互咱伫患难中间翻倒转，看到伊的祝福。圣诗461首，咱要诚做咱今仔日守圣餐的这个帮站。伫这个所在，伊讲上帝要牵我的手，主耶稣要牵我的手，我的信心若无定，伊要牵我的手，世事魔鬼。将要赢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耶稣听我够劲，伊要牵我手。亲爱的姊妹，你相信耶稣听你吗？唔通离开耶稣。7-11 365天，任何时刻，拢唔通离开主耶稣的身边，因为主耶稣未离开咱。马太福音上尾章上尾节，耶稣讲：“我就甲恁三甲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”你相信吗？主耶稣讲：“今仔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”阿门。
见若落果陪同大人通就近我要互你得到安息。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这是你讲的，你无讲双笑，你嘛无黑白讲迄个543的话。主，我相信你甲我三角地带，用圣诗做咱的祈祷。今仔这首的圣诗461首，伊伫第4节伊讲：耶稣看我最宝贝，耶稣看我最宝贝。兄弟姊妹，毋通看咱家己是一个芦苇的草，毋通看咱家己性命会无路用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相信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伊看咱最宝贝。伊要甲我到芦苇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耶稣听我到极，伊要牵我手。咱必把咱的心来修圣餐，伫要修圣餐的时，用祈祷的心。无论你摕到迄个饼，无论你捧到迄个杯，就亲像你有主耶稣顶十字架的手，摸着你的生命。你就好亲像你的手伸开的时，耶稣亲自将伊的饼放伫你的生命中间。耶稣听咱到极，伊要牵咱手。今仔圣经有2段的话，特别是咱所读的以赛亚42章，伊讲起上帝应允，伊讲起上帝要扶持伊的囝儿。咱搁重新读一摆，这个是咧讲起预言。将来主要天父上帝要差遣伊的弥赛亚，成做世间人的拯救。所以这段话嘛记载伫新约。伊讲：看我的奴仆，我所扶持，我所拣选，我已经将我的灵授予伊，伊要将真理传予万邦。第3节，受伤的芦苇，伊无压制；被火的火，伊无分析。愿咱将这句话记伫咱的心内，深信咱的上帝无放杀咱。第5节，上帝通过以赛亚安尼应允，这是牧师解写过的经文，有小可无共款，但是意思是共款。我从上尾啊，上帝讲，甲上帝提起第5节的第1字，迄个字是甲伊刷来头前。上帝创造天地，穹苍，伊铺平万米，伊享受伊的活气。互世间人，伊个享受伊的身份。白话字圣经翻译讲，上帝将灵性，这个灵性伫白话字圣经翻译做身份，足水的字。上帝的份，上帝的圣性，上帝的活气，迄个字就是活气。上帝将伊的气分入伫人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伫这个时刻。将对体内的气力放伫咱软弱的肉体顶悬，伫咱的灵魂得到安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拄则敬拜赞美的时，玉长节带咱吟一条诗歌，等候耶和华。以赛亚43章31节，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诗超过咱的诗。伫上帝里面也未临到真正，咱伫上帝的面前勇敢壮胆，安静听候，安静听候，求圣神安慰咱的心，互咱伫伊面前重新得力。这嘛是今年咱的主题对无？你也看咱的旗啊，如鹰展翅上腾，这就是咱今年的教会的主题。以赛亚40章31节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伊要扶持咱。因为伊要保守咱，因为咱的生命的经历要成做外邦人、世俗人，因为生命的见证。记好，上帝通过这最的苦难，上帝用这个苦难，互咱身边的人得到安慰。咱的教会嘛有这种的故事，玉芬姐甲伊的第一个囡仔病训，因为家母病房到后来病训并无活落去。但是玉芬姐伫交病房，伊嘛甲人传福音讲：耶稣救我的囡仔，耶稣嘛会救你的囡仔。
兄弟姊妹，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。坐伫家人的人、受捆绑的人、伫黑暗的家路，这无一定是咧讲起法院监狱内底的监狱。有真侪人的心灵袂当平安、喜乐、自由，咱就好亲像互苦难甲咱捆绑掉咧。愿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看见上帝的怜悯，咱看见上帝伫苦难中间的应允，咱看到伫即个黑暗风台天的头前，有咱的上帝伫遐咧听候咱，求天父上帝怜悯，因为大笔讲，我所拄到的苦难要成做我的利益，因为伫苦难黑暗的中间，我要看见上帝伊慈爱的手。愿咱伫苦难的中间勇敢。我的老师甲我讲，多坚持1分钟，常常比人较会通伫人生中间得胜的人，是因为伫伊要放弃的最后的一时刻，伊常常对家己讲：“我阁吞忍1分钟。”兄弟姊妹，这种的态度甲吞忍，会互一个人赢过迄个黑暗。主甲咱三甲地地，主将得胜的开咱，加添伫恁的人生，伫恁的囡仔，伫咱的教会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求圣神对阮分外开，求上帝你将你的身份搁一摆分入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老人囡仔，无一个人例外。所以今仔这个礼拜，互阮充充足足，定心对你来领受迄个得胜的开展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赐祝所有迄个惊赢、搅扰、捆绑。离开上帝的家子甲查某囝，主这是阮的祈祷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斥责迄个对阮的搅扰甲伤害。我们伫你奉你的圣名来宣告讲：哈利路亚！愿你的名伫阮的人生中间得到高举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吟。